后来甲镜头刷到宜兰，有一个乡亲伫咧打溪一个废弃的鱼温啊，在翕过境鸟的时阵，发现一只乌面蜡批，伊的脚夹一个针啊，实在看着真心痛。这个乡亲马上就联络县府的农业处来处理，但是保育人员一个挖紧，这个乌面蜡批就飞走了。农业处讲会继续来找找这只乌面蜡批，要尽量把伊的针啊来摕掉。 水面的光影闪闪烁烁，一只乌面蜡批停伫沙坡里休困，抑阁看一个真，这只乌面蜡批的正脚呢怪怪拢袂叮当。现场人将镜头扭较近一个看，原来是钓针啊！这个针啊将伊的脚甲夹掉掉。它飞起来，我就看这个奇怪，为什么脚上好像有抓着个东西还是哪样？因为我们远看是黑黑的，后来我们用拍照用的那个大炮镜头看，是一个捕兽夹。代志发生伫7日早起。 汪先生到宜兰打溪一个废掉的鱼温啊沙坡翕过东鸟，过程中发现这只乌面蜡批边也有其他的鸟啊伫遐，一个确定伊脚有乌乌的物件，就是针啊了后，伊随联络农业处的人员来处理，抑过农业处的人员一个挖紧，这只乌面蜡批就惊一个赶紧飞走啊。 那如果有可以靠近它的机会，或有其他发现可以做处理的机会，我们都会一并做处理。乌面蜡批是一级的保育类动物，农业处甲相关的单位继续咧关心伊的下落，派人伫附近伫找，希望讲赶紧将伊的针啊甲拔落来，可以恢复正常。